主后2025年2月初2，西里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节到第2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建造上主的圣殿。这个所在早前是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上主捌伫遮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初2开始动工。弟兄姊大家平安。起厝真简单，亲像类似野外露营临时搭下庇护所，只要会当伫遐过暝就可以。也较简单，会当带一阵仔的草料也是工料，总是也有真讲究别种也是老仔厝。对人安怎搭厝起厝的影片，我嘛真有兴趣看甲参考。也有诶是将古早厝改造变成做新点点的新古早厝。这个也真稀奇。伫几啊年前，咱教会的图书馆伫咧整修的时，因为阮已经伫图书馆住超过15年，所以对该修理的所在，甲该安怎重新改造装潢做房间甲空间再分配利用，也有一寡概念，所以就甲师傅做伙配合，大胆拆除、设计装潢，后来的整修成果实在超过原先预料的好。相信伫咱中间的兄弟，有的人的厝是请人设计家己起的，也是旧厝翻新，有过遮的经验。当一栋厝要做什么种用途，要起偌大间，想要用什么材料起，大约想要保存偌久的时间。搁偌济钱通做起厝的费用等等，要找什么人来起，这拢是先考虑好势，有一个蓝图，一个目标，剩下来就是照计划一步一步起做到伫完成。伫今仔日咱读历代志下卷第3章到第4章，所罗门开工起造圣殿，这是当然是一个超级的大建案，因为用相当侪的时间筹建，准备的金银、铜铁、宝石、香劈柴甲石材非常的侪佮丰富，也动用超过153600人，用7年久的时间才完成。是非常富丽堂皇、神圣威严上主的圣殿。圣殿的建造过程到完成，以及圣殿的样貌，咱伫今仔日看袂到。毋过透过圣经的记载，甲专家的描画捏造，通容易大约想象圣殿的宏伟建筑的模型。圣殿的重要性是敬拜上帝的中心，是比王宫搁较重要的建筑物。所以圣殿的起造甲一切礼仪用品是非常神圣，袂当马虎凊彩。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咧讲到着圣殿建筑的位置，第3章第1节到第2节。所罗门王伊要起造上主的圣殿位置，是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后来因为圣殿起伫遐，这座山也叫做圣殿山。这个所在伊较特别的所在，有讲到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有历史甲信仰的意义。根据创世纪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以撒。以撒是以上界珍惜的囝
也是上帝应允予伊诶后事，是将来上主要基业诶继承人。毋过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以撒带到摩利亚诶山顶奉献予上帝，伫遮就是要将以撒献做活人祭。亚伯拉罕想无，毋过伊也完全顺服上帝。后来上主禁止亚伯拉罕杀害以撒，称赞亚伯拉罕诶信心，所以上帝亲自伫遐准备一只羊仔，互亚伯拉罕献祭。亚伯拉罕就号迄个所在叫做上主以勒，也就是伫上主诶山，伊会看顾甲供给。因为安尼，圣殿诶主旨毋单单是代笔所献，佮连接到伫因诶祖先亚伯拉罕献以撒诶神圣事件，有伊特别诶历史甲信仰意义诶所在。圣殿是代笔向亚伯士人阿罗那所买5谷场。伫当年，代笔点算人口，引发上帝降瘟疫。代笔伫阿罗那一埕深深忏悔献祭，为人民祈祷，煞上主会受气。所以即个所在，代笔就买落来，奉献做起造圣殿诶所在。后来耶路撒冷甲圣殿数度毁伫战火之下。伫今仔日，伫耶路撒冷诶圣殿山，火教徒伫遐起造金银2座寺院，犹太人敢若会当组织伫西墙，也称作是靠墙诶所在，来做祈祷甲敬拜诶所在。第二，伫遮有记录圣殿诶面积甲砖塔。第3章第39、第9节。圣殿伫所罗门做王第4年诶2月初2开始动工起造。地基长27公尺，宽9公尺。殿前有走廊，甲殿边宽也是9公尺。殿宽度54公尺。圣殿下壁甲一切的砖塔拢是打纯金。第3段是第3章第10节到14节，咧讲圣殿的至圣所。圣殿上界神圣的所在是至圣所，内面有雕刻2线2支设伫殿中小刻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守护圣殿至圣所甲约柜的天使。基路伯每支设长2公尺20公分。至圣所也用蓝色、紫色甲朱红色的纱甲油麻布做场，顶面同款绣基路伯炸开。第4段是第3章15节到17节，咧讲圣殿头前的2支大铜条。圣殿的头前出入口有裁2支大铜条，宽度有15公尺半，左右两边各裁1支。正面这支叫做雅君，意思是上主建立。伫倒侧边迄支叫做普阿斯，意思是靠上主的能力。第5段是第4章的1节到第6节，裁伫圣殿外面的铜坛、铜海、铜盆。铜坛是一座用来做主要献祭的祭坛。一座铜海是互祭司伫遐来沐浴、洗肠专用的。若是
当盆有10个，是用来洗献烧化祭的祭物的路用。第二段咧讲到其他圣殿的器具，第4章79、22节。圣殿内其他的器具有金灯台、摇桌仔、有碗盘、撇仔、杵仔、盆仔、剪刀、镉仔、肉叉等等。这些器具大部分是用铜做，大省是伫约旦平原用黏土做模仔灌注的，后来通过时仔月才完成的。所罗门聘请的总工程师名叫做户兰，户兰也不负所托，来完成圣殿建筑甲装潢设计等等这任务。透过历代志下卷第3章到第4章，对咱有甚物启示？第一，咧讲到着追根溯源，莫忘初衷。圣殿为甚物要起点耶路撒冷？除了耶路撒冷是大必城，有王宫是首都以外，耶路撒冷也是圣城。创世纪记载有4个王甲5个王的战争。亚伯拉罕救回伊的侄仔落地了后，至果上帝的祭司撒冷王未记洗德出来甲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将1/10送互未记洗德，1/10也诚侪，后来奉献了上帝的基本条规例。后来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将以撒献予伊。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节特别指出，摩利亚山就伫耶路撒冷，伫大饼向亚布斯人阿罗那所买的五角场。这个地就具备特殊属灵的意义。亚伯拉罕将伊的囝以撒奉献予上帝。亚伯拉罕甲以撒是以色列人共同祖先，这意思是亚伯拉罕伫摩利亚山这个地，将以撒甲伊的子孙，也就是以色列人，完完全全奉献予上帝。奉献的意思是完完全全归属予上帝，无搁再是家己，也是属伫家己的。所以圣殿会当起点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是上适合的位置。对亚伯拉罕到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时间超过1,100年。毋过照着去造圣殿，也互因找回亚伯拉罕因的远祖的民族信仰，以及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要互因的后代亲像天顶的星、地上的沙，遐尼济，但已经实现。这对咱讲甚物？伫咱中间有第1代的基督徒，也已经传到第7代的信徒的家庭。咱知影，基督的信仰对伫你，也是对伫我，到底伫你认捌基督的中间，是对信主的祖先，也是你，才会对你有甚物特殊的意义？你安怎得回应上帝对伫你，也是对伫你的家庭家族迄个特别的拣选？大卫、所罗门甲以色列人用起造圣殿来回应上帝对因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选召，这也是早前约书亚所宣告的：我甲我的家决断要服侍上主。上主要做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要做上主的子民，这个基本信仰告别甲行动。第二，伫这所在得讲
建立教会财产目录清册。历代志下卷3章4节，确实是一份耶路撒冷圣殿基本财产的清册，记录圣殿的位置、建造的面积甲样式、施工的时间、使用的材质、装潢设计、器具的种类数量、摆放的位置、建筑师承包商甲主要器具用品的名称甲制作方法。这个财产目录清册由专职的祭司利未人负责保管甲交接。伫咱的教会，虽然教会伫每一任牧师也是传道师离任的时，拢爱填写一份预告清册，中会也来点交。毋过一般也拢是真简单的基本资料，并无介详细，也是照全完全。为教会有负责财产管理的中职会编列教会财产的清册，做较详细记录甲清查管理。这是较适当也是较好的做法，代替学习。有财产目录清册，就当一目了然，到底教会有啥物物件，有偌济数量，是对倒位来，放伫倒位，使用的这个状况，消费的原因、时间等等，拢会当一清二楚。第三，教会建筑的设计需要兼顾信仰、艺术甲实用。所闻去造圣殿，以用上好上等的建筑材料以外，咱也看到圣殿也真注重美观、艺术，阁有信仰甲实用等等这个元素伫整个建筑物的内外以及器具的设计顶面。通常运用国家也是讲王室也是大资本家好野人的财力，才有法度将这个真繁复的设计运用伫建筑、装潢甲器具的制作顶面。这咱通对去参观庙寺，也是讲大教堂，也是古早人王公贵族的宫院、好野人的古早厝，咱通看到这个真华丽、宏伟、高级建材。伫10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对天主教分裂出来。原本天主教会因重视这个宗教导向，若是绝大多数的基督新教却将导向提掉，也是简化。亲像伫天主教堂内底有14站的基督苦路图，一般基督教堂并无。咱嘛看到天主教会因有圣母像甲约瑟的像，若是基督教会并无这个。天主教会因的十字架顶面有耶稣受定，若是基督教的十字架并无耶稣的图像。虽然这会当避免将图像偶像化，毋过过头简洁也会失去信仰的灵修默想这种管道的方法。所闻的圣殿有基路伯、天使，有是用画，有用雕刻的，有也用这个绣制的。摩西的10条诫顶面严格做偶像，所以犹太人因分会称基路伯只是具有信仰意涵的艺术品，并毋是偶像。我想这对伫咱伫咧
去教会礼拜堂甲其他诶建筑物，也有启示诶意义。对于教会诶建筑物，要安怎去安怎设计，安怎使用，可能每一个人见解看法无一定会一致。毋过，代笔所文甲以色列人，因伫咧去做圣殿诶态度甲做法，就是将上好诶奉献予上帝，用上顶诶材料、上顶诶规格来设计去做上帝诶圣殿，也互上帝会当得到无上诶尊荣做原则。咱做伙来祈祷。主恩感谢你伫即个犹历过年诶期间你也阮伫过年有机会透过休困也透过喜庆来互人甲人有搁较侪亲密交陪诶机会甲时间，也互亲人朋友会当做伙组织来聚餐甲交陪。主阮也感谢你诶听，互阮也伫今日透过圣经所读，阮知影代笔所罗门以色列人因咧去做圣殿是偌尔欢喜，甲迄个上好诶来奉献，甲做去做到伫完成，也伫即中间因也有记录圣殿诶即个样式遮个装潢甲备品诶遮个数量等等，互阮也学习怎样来好好管理上主你诶圣殿伫遮个财务事务诶顶面，也当做了搁较用心，搁较好势。阮也将即个新诶一年仰望伫主你诶手里，愿主你诶圣神引带带领阮行伫你所欢喜诶道路，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